今日分享個菠菜蒸蛋，材料菠菜、雞蛋4隻，清洗啲菠菜，準備一鍋水，放鹽，放油，將啲菠菜放入個煲度焯熟去，用清水過冷河，揸乾個水分切碎，將雞蛋放喺個玻璃碗度，將啲雞蛋發勻。啲茶羹嘅3份呢，放喺個水中攪勻，放入個蛋液度，再放啲菠菜碎攪勻去，將個膠盒呢掃少許油啦，將啲菠菜蛋呢就倒喺個盒度，清水就煮滾，啲菠菜蛋液就放喺個鍋度，包上個保鮮膜，用牙籤喺個保鮮膜度呢吉啲小窿，咁啊大火蒸20分鐘啦，啲菠菜蛋蒸好啦。將嗰啲菠菜蛋切件，咁啊放油，咁啊放啲蒜蓉，爆香嗰啲蒜蓉，倒喺個碟中嗰度加啲豉油，咁完成一碟美味嘅菠菜蒸蛋噶啦。多謝收看。